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警察吼有外歹做才好。6月10日半暝2点外，台中北屯一个小姐驶车倒滑，无拍方向灯，后壁顺路的员警甲2喇叭，伊拢无咧插屁，是一路甲车开转去社区，才落车来接受到盘查。警方发现伊酒味真重，但是伊就是无爱配合酒测，外头就要装去伫楼顶，这个员警甲挡。结果伊一个当下，就为楼梯摔落来，骹甲手拢切真空。即摆伊要告警察伤害甲非法侵入民体。大家好，有亮啊！老小姐无等警方调查线，就随外头行入去家己厝内车库要上楼，结果煞伫楼梯头前绊倒。有没有受伤？需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？要不要哭一起啊？不用跟我转，我要告你。昨下晡半暝2点外，一台轿车伫台中市北屯区中山路和上顺路口倒滑，无拍方向灯，互员警看到。就算有开顺路车的警示灯，警明器嘛有饲喇叭。驾驶老小姐又是驶入去家己厝内社区才落车接受调查，然后就讲要上楼休困。指控员警强行加油条例，造成骹手受伤。因为警方执法过当，决定要告非法侵入民家处，构有伤害。警方讲是因为老小姐本酒测器有酒精的反应。为该名驾驶消请配合，与警方宣读权利事项及准备自担拒测时，该名驾驶拒绝接受警方宣读权利，其有转身逃入屋内之行为。警方考量修法后之拒测影响民众权利甚巨，遂有尾随及约制之动作。警强调老小姐承认伊有啉酒，上尾员警嘛以拒绝酒测开单甲举发，调查过程无违反相关的规定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